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好天咯，合欢山的雪嘛停了，高的积雪，加上凋零的树枝、花草的树挂，伫日头光的照射之下，迄个景是水甲袂讲理。啊，这个合欢山落雪景色，除了雾岭之外，水泉江的路段嘛非常的美丽。山壁的积雪，加上激动的水泉瀑布，加上大片的冰条，讲就是上界正办的水泉江。乡亲啊，讲吼水甲冰。合欢山本岭去大片白雪砍掉花，规煞片白死是不食水。温和的公路足够雪，河边众拢塞车去咧山顶看雪景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可以看到呢，后面已经形成了一大片雾凇，而且整个山景呢变成了雪白一片，相当梦幻。天气变真好，有搁侪游客去咧山顶看雪景，滨江爽势是算甲真欢喜。嘛有人探北体感受零四时气氛，合欢山本岭一只气氛来到零下2度，不过因为天气转大冷，水气不够，就无搁落雪啊。很久没上来了，然后这一次蛮幸运的，带小朋友一起来追雪，很幸运。今天整个放晴，然后雪景相当的漂亮。另外，在咧水之江，嘛因为温度增加，出现水晶美景。在水晶宫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泉水从上流下来，因为温度太低了，变成长长的冰柱。这波寒流在咧真济观山落雪，帮红菜甲嘛在咧并且铺盆。讲员工有够大心，看到阳明山落雪消息，随冲起咧到山顶，乌雪倒来互头家吃，佮抛出白雪甲龟苓膏的相片。另外，伫咧玉山气象站的工作人员，一直趁天气好，爬起咧到磅高寮，关烧水甲气象机器淋烧水退冰，佮爬起咧到厝顶，将体育林棒的积雪清挑。玉山气象站海拔3844.784公尺，是全台湾海拔上悬的建筑物。在这场寒流扫来，嘛变做白雪世界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